咱生活顶悬有真济咱不如意的事。我所讲的不如意，有时毋是只有咱的环境，有时是咱的关系，咱甲某一个人的关系，互咱的心艰苦痛痛。有时是咱家己看到咱家己的溃烂，肉体渐渐衰弱。有时咱嘛会问上帝，上帝啊，验讲我的事已经过啊嘛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今仔日咱要伫这个中间重新来学一项新的功课。咱要用咱家己的心来讲，天父上帝，你的恩典有够也我用。你伫20岁时看顾我，30岁时照顾我，40岁时，互我出来到伫这个所在，50岁时，互我看到我的家庭。囡仔60岁时，互我看到这个世界；70岁时，互我游园徛在。今仔日咱中间阁有80岁、90岁游园来遮参加参与咱的灵修会。无论咱的日子如何，咱伫遮来感谢上帝。上帝啊，感谢你过去日子的恩赐。上帝啊，感谢你，互阮无论拄着风影还是平静，你拢甲阮相甲徛起。互阮伫即个中间重新来算效上帝你的恩典，互阮逐日用拢有剩。主，阮无欠缺，阮通到担，伫所经过灾厄患难中间来学落你的名。互阮伫即个中间重新转换阮的忧伤、烦恼，变成阮的福气。主啊，你伫阮的生命中间，真做阮的救主，引带阮；你真做阮的牧者，带领阮的脚步。你互阮伫即个所行的路顶悬，看见你的恩典一项过一项，开阮的心，用你的平安福气赏赐伫阮。主啊，阮伫即个中间要甲阮的兄弟，搁伫你的面前三甲来恳求，赏赐阮有一个开阔的心，赏赐阮伫即个中间，阮抬头看主的你的面，互阮伫阮所行的路站，阮所行的脚步，通照着你的欢喜的旨意，阮勇敢欢喜来行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开阮的心，通学乐开声吟诗，互阮的心所讲出来、所传达出来，就是有盼望的。要伫阮四周围、阮的兄弟姊妹中间，伫阮教会中间，或是伫阮每一天、每一通电话中间，阮要传达你的恩典有够也愿用。主啊，愿你伫即个中间，互阮继续来看见你甲阮三甲徛起，互阮伫每一日的所经过的日子的中间，阮学落你的名，算效你的恩典。主，愿你成做阮的救主。主，当阮心亚神，阮的心受伤的时，求你伫即个中间伸手安慰阮的心，互阮所流的目屎，求你算效，互阮看见阮人生所经过的路站是有价值的。主啊，互阮伫即个中间，甲阮的兄弟、阮的姊妹三甲做伙伫你面前祈祷求讨的时，主愿你伸手望阮的心，互阮到野配力来跑走明仔载头前的路站。愿阮的心伫你的面前得到安息，愿阮的心伫你的面前得到休困，愿阮要有搁较济快乐，学落你的名好顺。咱搁来吟一摆天父恩典真正。中中三个。